继续来看前立委陈后壁涉嫌贪污、洗钱、财产来源不明，防收押禁见。讲伊做立委的时阵，疑似讲收红包，护航独立物流公司，而且有真侪笔的金流交代袂清楚。另外检调阁敲出着一本关键的笔记本，面顶有写讲陈后壁甲 IMB 的主嫌詹耀峰收800万，检察官嘛要查看，这个当中是毋是有对价的关系？双手封扣起来，陈后壁因为涉嫌贪污、收钱甲洗钱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罪嫌，防羁押禁见。昨日北检指挥廉政署并分14路搜索，其中一个被告是联兴国际物流公司姓洪的负责人，伊是这届搜索重点。2018年，德国一个货轮每年4号去弄着家人当花码头。联兴乘坐货柜渡运场，价值2亿元吊车红龙派了加侪钱。码头啊，这三港网会管，要赔偿，这个是私人的，货柜公司的，三港网不管，也没办法赔偿，所以损失呢很惨重。那这个情形呢，在国外没有，所以我特别提出来修正。除了推动香港法的修法，陈后壁红查出伫立委的前台，敢若讲收人的好处。包括独立物流公司每个月10万，前后加起来拢总400万。被面媒体曝光，检调敲出一本关键簿啊，顶悬除了记录收 IMB 的主嫌詹耀峰的800万，也记录办公室的助理每个月需要汇款3万块。另外，伊敢若个侵占协会捐款，也有引导保险箱内底300多万的现金，这资金来源检调拢会调查。委员，你们话要说啊？人家说你贪污，你有话要说。红友倒霉9位被告内底，联兴国际物流公司姓洪的负责人300万交保，但后壁因保持贿赂80万交保。若媒体报道的关键簿啊，北检表示讲牵涉到个案正在代志无方便回应，目前专案积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